靈修分享日期2026年3月20日，經文馬太福音24章29至35節。耶穌繼續講，患難過去後，日頭變黑咗，月亮亦唔發光，眾星亦都從天上墮落。嗰陣時，地上嘅萬族要哀哭，睇到人子嘅耶穌有能力同埋大榮耀，駕着天上嘅雲降臨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用號角嘅聲音將選民召聚過嚟，天地都要廢去，耶穌嘅話卻係不能廢去。今日主耶穌嘅話語係唔能夠廢去，奈何有少數嘅基督徒往往只着重主耶穌嘅話語字面嘅解釋，卻忽略咗字裏行間嘅意義，更忽略咗時代背景同埋文化嘅考量，以致主耶穌嘅話語被僵化嘅傳統所約束同埋捆綁，結果把主耶穌嘅話語歪曲成為死人嘅福音，而唔係活人嘅福音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上帝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羅馬書12章1至2節。阿們。